咁靚，一個星期又到啦，真係都係嗰句説話，計劃趕不上變化。哎呀，今日星期四啦，先抽到時間出嚟做翻日常嘅有氧慢跑。今晚選擇夜晚出嚟。其實啦，有時呢幾日今個星期嘅早上咧都要早起嘅原因咧，太早啦。要成大概4點幾5點，應該準確啲嚟講4點半我就醒。咁咧起得太早啦，我就冇辦法再堅持早上跑啦。一至五嘅話，可能係留翻星期天嘅收 LSD 再留翻朝早跑啦。而家就係空閒抽個半鐘跑步拉伸個半鐘左右，哎呀，點講咧？慶幸係可以早啲接觸到應該唔係話慶幸係我就可以自控咁樣去到再繼續堅持呢一項運動啦。可惜係咩咧？可惜嘅係我自覺性太差。其實如果再早翻10幾年去發現翻呢個問題嘅話咧，我身體機能保持得會更加好啲咯。我感覺會，因為真係畢竟去到40幾，重新再我應該係40歲嗰年，40歲嗰年再重新做翻呢啲有氧嘅規律嘅運動。可以話遲，可以話都唔算早，但係就個時間有啲尷尬啦。所以奉勸各位屏幕前嘅朋友，無論你幾忙都好，或者你生活節奏幾混亂都好，你最少每一個星期最少抽出1到2個鐘，一個星期嘅。抽出1到2個鐘，做一啲你感興趣嘅有氧運動咧，比如話慢跑啦、游水啦、踩單車啦，而家都可以嘅，係咯，做一啲有氧嘅運動啦，令到自己係可以身體機能係 keep 翻好啲，自己嘅身體機能，確保翻我哋身體嘅肌肉去保障翻我哋自己身體，呢個先係最緊要，我覺得，即係。我相信日子係要有功，即係唔一定係話去健身房攞啲啞鈴咁樣係咪有用咧？即係某一種程度上面，我哋係需要強化我哋嘅肌肉係必須嘅，但係唔需要好似嗰啲肌肉佬咁樣攞住個啞鈴咁咁搏命去做嘅。我覺得又唔需要咁極端啦，係咪先？即係而家流行網絡上面都好流行一個詞，就係健康啲嘅搏肌，即係你需要有一定量嘅肌肉，但唔一定要話好強壯、好結實嘅肌肉。你最起碼要有一定嘅肌肉量去保證翻你嘅身體一啲正常嘅功能。其實我點解講呢樣嘢？因為最近我都喺學緊一啲解剖學上邊，或者係運動康復性上邊嘅一啲課程。其實發現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嘅人體嘅機能嘅好多個功能嘅實現啦，除咗我哋嘅神經組織，仲有我哋嘅筋腱。最重要係我哋嘅肌肉，我哋身體上邊所有嘅動作，比如話手指頭喐動啦，手嘅所有呢啲動作，除咗我哋嘅大腦神經已發出信號，通過我哋嘅筋腱肌膜去傳遞一啲信息俾我哋嘅肌肉，去完成呢所有動作，係一個好複雜嘅系統嚟嘅。咁所以其實最終去實現呢種所有嘅動作嘅指令嘅最終嘅完成者就係我哋嘅肌肉，所以我哋一定要保持一啲有一定量足夠健康嘅肌肉。我唔需要你話十分強壯，最起碼係要有，而且係達到一定嘅嗰個叫咩肌肉，你要保證一定量嘅強度啦，叫做。
所謂而家嘅搏擊啦，即係你要有一定嘅力量啦，你先可以好流暢、好完美咁執行你嘅動作指令嘅。所以希望大家記得從今日開始，或者從今個星期開始，唔好俾藉口下個星期。今個星期開始，或者聽日開始，或者你當下見到我呢個視頻嘅時候，你當下揾就係最簡單嘅，跑步好，游水好，踩單車好，三樣或者係更加簡單啲嘅拉伸，或者你做瑜伽都可以嘅。做瑜伽都 OK， 我覺得你首先從瑜伽或者係所謂嘅普拉提呢啲拉伸放鬆嘅有氧運動都好，你當下就可以去完成呢樣嘢。當你係有一個目標，有一個意識去做呢樣嘢嘅時候，一日從當下開始，一日、2日、3日，慢慢咁我哋叫做積少聚少成多，習慣慢慢培養翻上嚟。你1個月之後，3個月之後，半年、1年之後，你再回頭睇一睇，或者你喺當下做所有呢啲計劃嘅運動之前，你可以幫自己錄一段好似呢啲咁嘅視頻啦，作為一個紀念啦，或者作為一個參考啦。你試下1年之後，你可以好真實咁樣睇到你自己嘅變化，係一定有用嘅，係真係一定有用嘅。我當初跑步，除咗我同事，我亦都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係我同事係鼓勵我一齊去做一啲有氧運動或者肌肉嘅鍛鍊。其實我最大感觸就係最簡單嘅嘢，幫我戒口煙，係啊，呢個其實係我全家人都好感恩，好值得慶幸嘅嘢。我感覺亦都係上帝派咗一個好好嘅導師，好好嘅天使俾我，令我意識到我自己嘅習慣。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盡早做一個有規劃嘅鍛鍊啦，將我哋嘅身體通過運動重返青春，係嘛？重回巔峰唔一定個個可以，但係重返青春，令我哋有一個更加好嘅身體保護到我哋。OK， 好，今個星期可能天有啲黑，係咯，但係因為今個星期好特別啊！日頭太熱，熱到係因為仲要日頭係冇風，所以好悶熱啊！所以跑其實可能而家就夜晚跑啦，睇下攞嚟溫度降低咗，同埋有風係舒服好多嘅，都 OK 㗎。所以其實計劃趕不切，冇變化快，但係可能一切嘅變化係嚟自上帝俾我哋最好安排。好啦，咁囉嗦咗咁耐，希望大家努力加油，大家記住。